明仔载是香港回归26周年，伫台湾的香港人甲人权团体今仔开记者会，伊呼吁台湾政府针对危害香港的人权恶霸，都爱提出制裁的名单。因建议讲会当比照美国禁止现任的特首李家超、前特首林郑月娥，搁有中国官员入境，也是讲冻结因伫台湾的资产，向国际来宣示讲保障人权的立场。 拒绝人权恶棍入境。7月7日是香港回归26周年，进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入出国也有移民法修正草案，其中条文表示严重侵害国际人权公认的行为者袂当入境。不过要安怎来落实，并无明确的标准。 伫台湾的香港人，还有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参考民间建议的名单，禁止这危害香港的人权恶棍入境，进一步来提出制裁，宣示来保障人权。我们让这些侵害人权者不入境可是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究责。那如果这次的研究报告，台湾政府可以参考而实行的话，那就会变成了最积极，起码是最积极维护香港人权的一个主动的角色。 报告建议的这个制裁名单，大多数已经是予美国禁止入境，也佫有冻结资产，包含现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前任特首林郑月娥，也佫有现任的官员。中国官员是有中联办主任郑雁雄、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这个人。另外嘛，望讲甲 港版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嘛，甲列入去，显示讲因所做的判决是对公义无咧甲信道。所以我希望说，非必要不要到中国、香港跟澳门去，这个是我非常大的忠告。牺牲掉到中国发展跟旅游的那个利益，我觉得比我们牺牲掉自己的言论自由跟人身自由更加有意义。 31天嘛是港版国安法实施满3周年。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伊讲，未来红线可能会愈来愈严，烦恼讲刷落来香港可能网络卖红封锁。外国人便也是有批评的言论，到中国的香港拢有人身的风险，呼吁大家都要去爱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